在這個場面，台北市議會今仔日呢，台北市議員柯淑華呢，伊講啊，伊進前啦，就是去用記者會去掀開一件查某囡仔去互侵害案件，而且伊是質疑咧市政府一直咧拖時間攏無咧處理，但是伊這個記者會一開煞哦，這個查某囡仔就去互社工單位來安置啊，所以啊，柯淑華今仔日啲陣講到一半，佮強要流目屎，伊講你市政府做代志啊，根本你就是看新聞的大勢才來處理嘛。你覺得孩童能接受嗎？你這樣子不是二次傷害嗎？為什麼所有的記者會的回應都這樣子繼續的傷害這個女童？這陣着上去的所在，就擋袂掉講到後天，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柯淑華講，昨日26號捌手一位查某囡仔，敢若長期去烏白亂摸，不過捌一戶所拖240天無安置，就呢這爾拄好佇咧記者會講一講，查某囡仔總算去安置。因為現在整個事件的發展。已經有新的危險因素，9道危險因素。記者會開完以後，標準就有了呢？為什麼呢？是在12月30號第一時間，依照這台北市兒少標準不是 SDM， 是新聞版面。是 SDM。市長，我在明確的請問你。柯淑華回講真重，一個場場就要求社會局長姚淑文袂當代替回答，若無就時間暫停，明顯就是要甲台北市長蔣萬安直球對決。啊，8市兒童給太爭氣，無黨籍議員起立心嘛真不滿。7月份你有為了反毒油號召大家上凱道，今天為了反虐童市長，你應該沒有理由缺席吧？講一講透早，在咧議會備受討論的課無分城市的政策，8市在咧維拿食粉的所在嘛，觀光活動。不過市長甲議員之間的交鋒煞無停落來。中央也是照這樣標準設置。你現在又開始中央了，我們前面你不是才同意台北市長應該把市政管理好？你這個連東西你都可以來跟我講中央，你先講講你自己的問題好不好？我要請問你，討論這個東西有意義嗎？你是台北市長還是總統？議員對市政的爭議歸軍力價，像市長無忍讓，會離小期地到無食粉的城市，攏互早起時的議會政客變變橋。